农历8月15日天赦日，拄好是国历10月6号中秋节。凌霄宝殿武良宫将伫咧当日举办天赦日开运祭拜仪式。主委王大明表示，今年的第5个天赦日，刚好拄到中秋节，伫神明的指示下办理开运祭拜仪式，也准备了5宝符令来互信众跋杯祈求。咱庙方特别使这个5张这个5宝符，第1张这个大将吉祥符第2张这个财神符就是财源广进第3张这个人讲的祈愿必成你要求啥祈愿必成这张就是这天降甘霖，就是咱身躯有了受到这无浊之气这张是有3张的，就是3张，就一张就是要互伊洗身躯，洗涤身心。另外，只要是参与开运祭拜活动的信众，购买天赦经了后，庙方就赠送一粒甘露梨，并将写好书文，连同5宝符向玉皇上帝禀报，请求赦罪甲赐福。咱的玉皇大天尊、天母上帝大慈悲，伊就讲安尼特别爱这个玉皇大天尊、天母上帝的赐这些甘露。当日来这个教会入来要从天下祈个这素文这天地的写这个出生年月日主旨姓名这写男左女右。庙方表示，每年的天赦日拢有5天到7天的日子，是忏悔赎罪、改过自新以及祈福下愿的好时机。凌霄宝殿武良宫欢迎四方信众做伙来拜拜求平安。台南新闻张秀仪采访报道。